无呀？你 preconceived ideas 有，像讲你去伫一个所在暗暗，因为你古时嘅 wrong idea 讲暗暗有垃圾 ，and this preconceived idea 伫倒落出来呀？因为你细汉嘅时，你大母渐渐哈你来行去较暗嚟讲，哈么。So that idea has already got stuck in you. 咁你去咗暗嘅所在，你驚。So now I answer your question. 先你來嘅時啊，你看咱啲回向經，你望幾場，有幾哪人捌講下聽。That is because 伊阿未來這邊嘅時啊，伊知講人，你回向是要回向真正講佢死了嘅，佢死了嘅做鬼魚啊，呢個。我垃圾攤那啲回向在鬼啲話啲這邊，所以這個 idea 有 idea 是想講一個思想安尼有，這思想互你subconscious 驚了無幾長，OK， 佢會使問啥物？會使問，安尼問 clear 你人嘅 doubts 較好過我講經，有時我講經了有本事，但係你要你問了我聽經互你聽啊，安啲咩啊？哦，忙着嘅事嚟，或者要做咗念情啊，或者去做嘅項目啊，都要做啲嗰啲，咁我晚上想下下一散咧，都不知做乜。其實真係做啊，就出嚟嗰個，睇下啲嘢嗰個人家庭要啱。錄出來啊！你講我還是你講？好。อันนี้ลูกขอยตรงที่มันได้คือโคตรตัวใจ 我特別都謝哈。This lady 望着講伊看着伊 mother 在啲觀景去做媽喺邊嚟，然目睭咩大淚啊，看咯，就目睭大淚。And then 伊講幾句話，伊未 understand。四號款嘅夢，冇得講，但人有照四號款嘅夢。All 咱嘅夢，嗰啲是大人是四項嘅。頭一項有當時講冇得講啊 ，because of 你相久無好事，了你會發夢起來。人少款嘅夢，咱講是帶着夢，假如結少，了你有時夢着安尼帶着夢。有時有個人伊破病，把你着感了規身軀痛，了伊夢着講伊跋倒落坑。了按照規身軀痛，甲了開起來，哎喲，規身軀痛，伊是着感，了伊上久無好事，這個就是安尼上久看着嘅夢。第二種款嘅夢，不得講是mind心，看心煩惱想着，了伊愛夢。這個不管是啥物啊，有個囡仔讀冊嘅時啊，了。examination 要來啊，自己咁忙着講我去 fail 啦，萬一佢去 pass 啦，你有時歡喜，有時這個就是想，啊是有時人愛情啊，想甲發夢講，哎呀，我嫁落甲我 girlfriend 我下面即係了是安尼都是想嘅過頭嘅夢。為了查某伊看心煩惱伊夢着。第三號款嘅夢，冇得有講，有當時是咱嘅親情。伊要互咱知，親情本會朋友本會互咱知，伊要甲咱講話，啊是有時伊想着咱本會。第四號款，因為有個人啊，以前較久伊有，加減有坐禪，像他那聽啊，一人有坐禪了啊。In next life or next few lives 啊，伊把日愛望着較，啊未來嘅事加減伊會知。伊逐個夢着了，伊這個事才浮起來。這就是講 ，because of 伊 clean mind 清潔 mind，加減伊有知頭先。
第要紧啊，这个头一个梦，咱嘛去拍插的上个，安尼咱的上句无好事。第二项，安尼咱宽心，最后两项不得讲，袂使讲有影的无影就物件。安尼这个看着 mind and matter。第三号款的亲是亲情要活来，这个我逐个爱讲，这个爱注意。所以这个看下这个 lady 问我啊，讲伊忙着骂伫遐边安尼样。我 actually 袂使讲我有心动啦，了我会知讲伊大遐边无影啦，我是，但是会使咱会使 presume， 会使起来想，无定着伊骂，啥出事做一个神加神，我的暗大伫遐边。了伊到伊个出事做神了啊，伊讲话的 language 啊，你人未听着。你来听到你知有声，但是你唔知伊讲虾米话啊！咱一看到伊徛伫遐边，目睭大大蕊伫看，了无讲半项，是讲了几句话。因那对我讲，伊是 another level 了，佫一言了。伊 maybe 是啥阿莫话叫 earthbound 的地话，较假地话安尼。因为伊无听到了的点声，伊个人无虾米做恶的人。所以来出事啥一个神，加神我暗安尼讲啊。有当时安尼我讲听这边我讲一条故事，啥前下久我捌讲也无一个人欠5块银啊，来出事做牛。所以我想有人捌听了个 story， 他们我讲我听真是一个 story， 一个 Dr. Damananda 在哥伦布讲的。伊讲我一日啊，我大致这个人抱的暗，大点了点无点，我困一道，人家这困一道的时啊，伊望着伊的一个好朋友来找伊，安尼看着伊好朋友，安尼这个伊好朋友啊，故时大斯里兰卡伊无来大马来西亚的时是几十年、40年安尼有。40年的物件啊，伊毋捌40年毋捌拄着这个朋友，点无点一困，安怎会去望着这个人？所以这个你知无？啊，得望着咧爬起来，伊想想，安怎？40年我毋捌看着这个朋友，因为我记基本袂记甲伊了，安怎点无点我会去望着伊安尼啊？日头是安尼啊，安尼一起来看事情，伊写起来。点无点，隔无偌久，一个 telegram 来，讲so and so死了，互人拍情死。then 一看，一 telegram 甲一单一望，冇咧想，所以真吓人。这 Dr. Damananda 讲真个吓人。then 这个是虾米呀？你再无啥？咱个了是应来啊，一个人啊，无定就伊就放情了，咱伊要断开的点声，最后尾到定就一个思想浮起来。maybe 这个人就放情了，一想甲伊真正好朋友，今日出街做回想，40年我无看着伊。咱不得讲啊，一个人来最后尾到会想，一想无贪无嗔无痴 ，especially 想着好的物件，伊要去好的所在，所以伊这个人，伊伫真心啊，伊张一朋友会记伊的朋友，我一个朋友真正好朋友，今日做回想，我听逐个伊按打伊切来，真正伊名字真正红，所以安尼了呢，伊断开。所以这个思想啊，伊是一个 wave， 一个影来。他那咱 science 讲有这个 wave 个了，所以这个 wave 啊，了伊伫困的点声，伊若是讲啊，若是讲伊无困的点声，未去接受着这个影，伊困的点声，想讲伊radio开无人看，所以伊入来，噗伊探望。若是伊无困，伊station 渐渐地接受，你讲话甲我听，睇我做虾米我听，伊无伊 wave 伫 occupy 有物件，特别这个 wave 啊，拄好伊伫困，了伊 radio station 开，伊 receiving 向边 transmit 这边 receive， 向边放出这边收着，
所以讲这个就是啥因安尼样，这个就是虾米说啊？这个人伊要断开的点声想着话，所以有当时这个是安尼是因来，这个不大讲啊，咱住伫这个世间，它就是因来。他那因是啥物啊？唔使讲个 physical， 伊讲三号款的因，一号款的因是对上句的因。你看一号款的因，若是假假我唔捌拄着，你唔捌拄着我，你入来。捌听说完咯，你入来是你笑笑哈说，认说完咯，你笑笑。我本你告诉笑笑，我本笑笑。你但笑笑甲我个头子讲好，这就是something wrong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你笑笑甲我笑笑甲你。这个是目睭看会到的因，伊叫 physical wave。这个你看，这个唔是你，这个是啥物啊？唔是。这是nature 的law，自然的老法。你牙巴就进入水，伊出的因，你看到的因，它又拍到对的因，像安尼。这个是一号款的因，第二号款的因是声的因 ，sound wave。所以这个 sound wave 啊，今日人知 radio 有 short wave、medium wave、long wave， 甲了伊人看，甲了即 sounds， 甲了 carried by waves。这布达风讲一个 wave， 所以他拿一个 sound wave 安怎样你看，一个人伊自己敢讲话，昂人的话，大热的话，了黑人的话，伤着人的话。Then because of 这个 wave 一出，点点出，安尼才能做 dry in， 拍到对来这个人啊，去到了出事啊，人讲话甲伊是要伤伊要做。所以有的人你看，自己敢骂人，你臭落，死几命，笑笑，自己敢安尼样。所以因为伊出了安尼因，这个因果要出来去出事啥物啊？所以达过人挖着伊啊，人就讲臭落，笑笑死几命，安怎都无做这，安怎就无做咧？这个唔是讲起来啊，是伊因果来，正是伊看命人讲人。伊个喙真了歹，所以今日因果带伊，伊接受的，甲了是吹着头家看出伊，骂伊，吹着头大啲一间厝，大部无晒样伊，拢总讲伊。In other words，伊要来出事啊咩？因人性地恶毒，讲话无像人，伊爱出事真正假人，爱出事啊，想做人的 slave， 就无干落财，人。查某囝落财本事，若是讲啊，伊渐渐出这个头业，伊赚的头家当讲是笑笑死嘅命，按照这个无做，来做卖做乱去，自己干嘛呢？不有的人你看，伊无福气，伊无正福，伊来出事巧，特别伊达过巧是巧，伊无正福，特别伊后日讲话甜嘅话。你无福气，伊达过来出事做人真正巧，去到了食头路，特别达过用的话，甜的话，无伤着人话。这个人学到巧是巧，伊有福气，福气阿咪，伊去食头路拄着你头家。Have you done this work finish for me? Please， 咁样做好啊，这个好唔好？都无用啊，要买就做啦。解决啲我后路 extra one day off， 真正是咧。无人啲命臭落死啲命是有少，无做只，然后啊，有时你看无累，伊是做阿三做老仔，但人讲哈，你做真正好啊，阿婆你做安尼好啊，阿三你做安尼啊，好安尼好，我真欢喜，我看你做真成，甜的话无黑的话，这些是叫做声的音，嗰一号的音就是心的音 ，mind wave。特别 mind wave 伊未看到，了 science 分未，今日科学分无相信这个 science 这 mind wave 就是啥？大妈我讲安尼，你看，伊要对开点声，伊想甲伊朋友，暗伊朋友的 wireless station 上讲，伊 mind 困了，伊 station 开了向边出安尼音，伊接受着，这个是音，所以叫 science explain，science 未 explain， 特别不大讲，拢总是音的了。伊想甲伊好，伊渐渐这边去写，这边想甲伊朋友，哇，伊朋友那怎无怎么忙着我朋友真正好安尼啊，所以这边，所以这个 mind wave 真正这行
My name is 就是看 the Buddha 教，你人保持，同咱讲 about today 保持啊，今日保持，然後你啲保持嘅點先，你發歡喜心。Then Buddha 講啊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that means 自然嘅老法，你若是保持，你要出事，大行有影人。特別你啲保持嘅點先，Buddha 講，愛過你 mind， 唔通學你 mind 起行起升地。又唔通講有個人啊，啲有人保持本保持，然後伊想啲保持嘅點聲，伊較激動淡薄本有，有個人歹性地淡薄本有，有個人大熱心本有三四項，就愛福啊無即個三項無，你成日大歡喜愛做，你早幾日你就 book 了，咁你都歡喜愛做。即個就是講，咪去激氣，咪去為人咁做。我講個成保持嘅事，我要做你，我就我保持，你看我保持無像個別人嘅，我特佢做大項 special， 即個是大熱了。我要做我保持無像個人 ，that is no good。一為人保持，有咩啊？算半字就拍講，雞俾攞食，唔使攞食啦，一邊就好啦，做完攞緊你攞人，所以這邊啊，伊有。特別這個我無講啊，有個就要開車無，我知啊，無知人伊毋是講安尼艱苦甲淡薄安尼樣。特別有個人，後多伊有淚本來伊要生，這邊要生，要生就要生。這個就是講啊，伊 elements 伊 mind 啊，開開嘅時候，伊有這個自私淡薄。兩項，第三項，淡仔我大約咧，有個歹性地，有個人伊保持是保持講。我好你做啦，嗱，這邊做，哎呀，安尼啊，你煮家隻牛奶食未好過，你起行，所以你來保持啊，愛出事較有淚，你自私，有個人啊，即是話講啊，你有自私，這個人要出事好嘢，特別，伊蝦米物件伊買啊，伊愛買 second hand。你捌看有個人好嘢，特別伊毋捌買一頂新車，伊特別買後咧 second hand。然後蝦米物件，你不帶點聲一條經啊，伊保持嘅時啊，然後伊講拍算啦，哎呀開咗安尼濟，然後伊去出事好嘢嘅時，伊去 market 啲買蝦米啊，嗰啲胡醋 millionaire 來，伊買胡醋，伊驚白槍，伊驚白槍，你人食白槍，大買伊白槍。伊不講，你食白槍，我嘛是食白槍，特別我白槍是胡醋嘅。and then 伊買橋，叫人家講愛食橋，伊個橋是冇人冇食要起角嘅了，伊切一邊咧炒嘅啲咩角，炒嘅啲啊，伊冇㗎了。millionaire 啲買安尼物件來看，有當時人較無錢本，較買好好嘅物件，所以這邊你看，蝦米數一個人，伊較另外較有一個執着嘅心，成 selfish 嘅心。有個人好嘢，安怎樣嘅水？有個人好嘢，安怎樣嘅吸事？啲這邊不大講，伊啲保持嘅點聲，伊 elements，伊去參着聖地。你看，就是我講一個古沙王嘅，真得明，伊家己來，伊做菩薩來，因為自己保持去聖地，去聖地咧，安怎做啦？伊出事做王啦，你講是保持。特別起聖地是真正吸事，下晡看到下晡事倒落去。嗰一個查某你看，伊啲保持伊個細個保持，咱伊咬落甲伊細個，咱伊安怎做，搶到咧回上，倒去甲我咧背。然後伊個細個妹講伊，阿嫂，你無歡喜甲我，特別安怎，我互保持即個回上，咱如果摕物件來倒去甲。你這個啊，就是真正無，你起哄甲我，你罵我拍我啦，你唔通去做呢回事啦。and then 先關女啊，摕到對佢咧，去洗咧吧。伊無伊倒去角了，伊摕頭毛現啦，去保持啦。because 伊個細個摕伊背來保持，是係講伊第一，你保持我是做數，我較大你是細個呢，所以伊要 show 伊 authority。แล้วอีเสกกองนี่อันจ้ามหูลูกแม้ว่าเผาว่าลูกเบสไซเทเลยคุยกัน所以ใจโชแล้วอีเวลาอีเสกเลยบัดก็แห่พังจุยโหเสกก็หูสีแล้ว because อีแห่ทำไมเสกก็หูสีแล้วอีกิเทปุยอันที่เจ้าที่
更好好的陪，好好的参陪，保持哦这个回想。特别伫保持的时啊，伊会买无清，安尼虾米事无清，伊起哄，甲伊细个了来做这个回想的物件。哎呀，我只做一个好好，我细个做一个好事了，我安怎是会起安尼红人也去做了，佫系统的。and then 你看伊出事，真正水。一保时个下旁水真水，特别一教员去的大波人咧，入每年啊，按照大人订片个，按照就无点只新娘入来厝臭汤味味，安尼一啲咁物迄个物咧你细个会搬一倒迄个落咧水井咧汤味，嗱又去保时啦，系汤味，所以你看伊，你教员你点声呢啦，入每年啊汤味味出来。and then 这个大波上面讲，安怎我要教人就一个波呢臭头味味入来大人味就对 and 几耐红伊教人 and 伊好嘢是咩咧来大人个土个味个一个个土个味 and 你跟入人的每那跟头味味那买来人家做买来伊就是伊再讲是正事我唔知做虾米物件这里买来伊讲伊故事，把在这不大点上醒路喊了，伊看到伊正事。人按照就伊叫点上就臭头味味的事，对来无臭头味味，入人的门啊臭头味味，对来无了，无了人拖了个其人的厝，个臭头味味，看因个对伊条条无放。and then after that 按照做3、4个啥，我未记这条经真久啦，3个啥，买。教员安达顶，教员安达顶，买来有一日，人是暗伫做老热，佢就是加沙包付的点些人去塔，然后伊摇的金器，隆重的金器摇买钱啊！讲先无人爱教员，我金器不买咯，好这金器个了，伊人摇这金器做一个金的塔，然后伊讲我也是这一百金器，伊好个了，啊你啲好时啊，伊贵咯安样。忽时阵，我知跟入人嘅每件我头未味起，唔知我做虾米唔对，特别我睇下知讲一个好啊，我爱一个好刀卡手啊，唔通互一个因果对我调调。然一保时，后得咧伊对无着久呢，伊头一个大波人，安大一对嘅讲臭头味，阿问讲诶。我喺本度的你我好似教完咗我近大一堆臭味嘅，睇下有啲人講有啲啊，嗰是原仔，咪咧呢走啊，個一粒走啊，又無後生無蝦米，就講請下來啊，這個一入來頭毛味無了，如果一做一個好嘅呢，所以這邊你看，最會救咱是咱嘅因果，就冇得講人就愛自己做好，所以故事咱做惡嘅物件會自己無，所以就是講。use karma 用因果来导龙咱 ，actually 咱拜咱虾米未 ，in fact actually 这条经是不大讲啊，伊本来亲情类阿爸类阿妈，未导龙路上个因果导龙路，特别你若是做唔到，阿爸阿妈唔敢拍路，因果假是个路怪怪，这个就是讲啊，因果就是 nature's law 自然的 law， 伊无拍插。伊本红光本一拖咯，有一个红光较悬过咱的天光，and 伊是 actually 是魔王来，and 这个魔王啊，伊是巴拉尼米达瓦萨瓦蒂德瓦，天光是大地之眼的天顶啊，这个大地六眼，伊悬过天光真一济。特别自己去看着咱的加沙包夫，唔是加沙包，加古山道夫会点声，伊看着这个夫伫行甲伊大地，and 这个红光到底入一个人，and 这个人上入几个呢？夹一个茶，拍咧回向，拍死，不但行伫头前，这个回向行伫后面，and 这个红光，伊是红光啊，是啊，关的红光。特别因为虾米啊？因为这弯道，哇！去到路看天顶，杂拢总啲野车啲拜不得，伊是魔王来，啊了无拜我去拜不得，了按照做入这个囡仔，
拍这回消息，俺就回上就倒落起来，我头去看，妈啦，你伫做啥物？回上倒落去了，这边妈啦，你伫做啥物啊？这个红光，啪，真无，俺出去到了无眼地嘅，你看安尼关的红光，因个拖落落去到了第一次的地嘅，未走嘅，唔通讲哎哟。那昂啊，咪一昂啊，咪未足嘛，本是英國來，成個為昂你看，做昂特別suddenly生cancer生下面，最可以這個 cancer，伊阿爸無 cancer，伊阿媽無 cancer，安怎伊來 cancer？伊會靠英國對調伊，所以咱你知這個，特別咱知講這個直直做好，直直做，好嘅英國直直聽，有直直這個人問不到，好細陣。我故事知，我家家冇做真一節無好，那我要安怎做啊？睇下我故事，我聽講未拖寫無做，未安怎啊？查證下，所以不單就講，最會叫你，無人會叫你，睇下即係為別個religion講，別來去回唔到，你回唔到，意思一個人，你去回唔到，講我故事做唔到啦，我故事想講。一過我去聖地，我不拍我阿媽，睇下我拖寫無做，未，冇得講未，你安怎做，冇得講，你睇下去直直做好，安怎做好，咱來想看。那是一個人伊有自己去學暗，一見唔知佢個無滴，了伊來去拍一馬，安尼馬你知無啊？會激心會好，下面想個叫阿女安怎伊敢安尼亂做？我睇下你會看，安怎要改一個超人工，這個超人工無人會改，人講未切迄角嘅，做了就是做了，人講米煮正飯你未了，所以安怎做？所以你看不大講嘅話，今日你再講你再錯，你吐絲直直做好，所以你來拍你罵，你但安怎做好啊？你就今日直直點人切你罵嘅心肝，安怎樣？直接咁你嚟去大陸，大陸去大陸，你去大陸，你就想講，一般是你去啲國家去食物件，食點心，對來你買一包，新阿媽講咗起風啦，上回嚟只拍我死鬼，講呢個該有新個買幾條給我食，你講三少物件，做了伊無講是會正去，你就有那頭，所以你安怎做，你買一包阿媽，你起來食幾條。我當晚去買啲粿條，你說攞嘅粿條真正好食嘛？你食，我冇有幾隻咧。後尾說阿媽嗰個聖地個，後尾說上回你敢拍伊想嘅，所以你做阿媽，故事我做唔到 ，please forgive 我。一條要買食唔要緊，我在如果做，後日如果做，還是你去到你去吉隆坡，去到你去做生意對啦，看到這條布真水。對來是阿媽，給我買一條布，買給你嘅。這個伊無講笑啦，我無要緊。嗰是使哦，他嗰直直買物件好啊咯，是無伊會笑，你直直做，伊直直女，啥這家就拍咗折，好，過嚟咯咩？阿媽無要緊啊，我知，我買好你摕來穿啊，用啊，阿無我帶你去，到你地點去做咗。做咧 dress， 無蝦米歡喜個阿妹 ，because 佢聖地阿妹 ，but you keep on doing，他哋萬一要做birthday可以做出嚟可以，lama伊袂記，lama講，有時我驚是歹聖地啊，人我驚好，啊你天公會保庇可以點安呢，燒起了，聖地無了，所以不大話你看，安怎樣你要改嚟惡，you keep on doing good。You keep on doing good 啊，蝦米惡分正嘅，OK， 嗰就係問蝦米啊？這個念經是安尼 ，once 你漸念經啊 ，at the time 你念經，你 mind is concentrated 集中 ，once 你集中嘅點聲，你無貪，你無聖地，你無講聲，三毒無起 ，but 有個人念經，伊無去，特別念經過了嚟，幾日唔打掉一杯嚟去聖地。這個毒啊，這貪錢痴，要扯起來，尋金扳起來，萬事扳起來，
未个补起来。这个路呢，严经上路跌起来，跌去长，上芒啊草路跌，跌了咧芒啊草无死去了啦。特别 after some time 呢 ，because 見有啲壓河拍熱，一個補起來了。所以 Buddha 講啊，念經 is concentration 一跌落讀落惡暫時呢。較高嘅人一坐成了掛尋肩膀起來，and 這個就是 vipassana 先。Actually 來講，Buddha 講啊，那是人今日都看有的有類有的無類，那個了是原因是對這個布施呢。特別好似我有講啊，4號款的布施，9號款的布施啊，伊家己有受戒，了伊布施予咧人，予咧人本有戒，這個就是真正關鍵的布施。個9號款的人，伊家己無戒，予咧人伊布施予咧人本無戒。像個一個人啊，伊是 ordinary businessman，蝦米本敢做，騙話本敢騙。了老本講老，伊無戒無蝦米，特別看到一個乞食啊，伊本布施，迄個乞食本無戒，即個本是有 merit， 特別 merit 評個大媽嘅書，了有一個就講咧第3甲第4要上，安怎樣？伊有戒，了伊互迄人食，迄人無戒，因阿多啥？伊真正無少些人，伊。去布施就是去食啊，去食啊無戒，所以一個較好過大媽人無戒。個就款啊，伊家己無戒，了伊家來布施，像這個會上有戒，啊，這個第3第4上這邊啊，所以這個布施嘅戒是啥物啊？有個人伊在布施嘅時想甲結尾會談啥物？咁若是咱安尼想，咱會布施較輸。按照個書啊，貪心袂功德。若是牛嘅人，伊布施是啥物啊？伊有4項款嘅布施個。按這個布施啥物啊？因為伊有情，伊布施；因為伊少，伊布施；因為伊結善，伊布施；因為伊知講我係duty就要布施。這4項，伊這布施是關鍵。他讓我講聽互人聽。伊有情甲伊阿嬷。甲伊阿爸，伊布施予伊阿爸甲阿嬷，這個布施真正好嘅布施。伊對情，伊無對貪因果。我聽講我來布施後過，我係出事好嘢，所以這個安尼較有貪。特別這個講啊，對伊有情甲伊爸母，伊聽有個人伊聽我嘅經了，伊講我逐個聽書安怎會經，我今日想要布施伊，我說聽了我有 benefit，我則久較變。較無安尼歹嘅人，所以我要有情，伊來布施，伊布施清氣，較關鍵。就好款啊，對結善，maybe 一日我破病，我講哎呀，是我都破病，我本希望伊食老老，伊漸漸講經教人，了我本趁聽，伊對結善心，伊看到伊阿爸，還是阿媽，還是伊親情破病，了伊買物件去，伊看，哎呀。我翁哥破病，我互伊走啊啲個，我互伊200、300，互伊斗開。伊這個是對結善心，伊會布施啥清氣。對這個啥物？對這個情，對結善。第3項是對少。少是啥物啊？是講伊少伊阿爸，伊毋是結善啦，他那真正少。我阿爸阿媽真正好，若是看到咧出家人，即個出家人真正好，日暝伊點點叫人做好做好，真正少。了大母就我故事啊，我細漢我阿爸無治了，我阿媽直直有哪賣垃圾，有哪飼我人，逐咧看我人做先生，伊真正少嘅嘛，伊毋是情，伊少 love，即個本是關鍵。真正關鍵。咱第4項，伊知講今日逐人就要布施，馬路才會掛這個貪的心。然後咧是伊嘅這個啲布施嘅慢，就是對duty，咱嘅責任。逐人來出世做人，就要想，今日我趁着人嘅上顧，我就要過唔通失敗。
那是我无做好，了我那是这人的上古死了，我搁要希望搁要来出世做人袂了。所以不得讲去猜啊，这个上古互咱考，因为虾米时在这上古压迫咱做好，你无做好，这个上古要摕到短，伊要互你别个上古啦，就是好因果吼。所以不得讲一个考是啥物啊？达人就压迫就做好，你无做好，你袂趁到人嘅上古。因虾米物件人压迫咱做嘅啊，是无爽。自家来做嘅，像我叫你讲洗个比后头，你起来去洗。你若是我夹一个电脑下你，看咩洗？你洗时你本无爽，像压迫我做。特别若是你欢喜心家己洗，你看人唔使教你洗，所以无压迫嘅啊，是无考。我老咗，安尼济人，我来。So anything 无压迫嘅啊，是真正 blessing。特别因果或是 nature 自然啊，压迫达人。都做都无做，目睭爱无了，人嘅目睭无，了死了要趁啥物目睭？唔知是鬼嘅目睭，还是禽兽嘅目睭？有个人讲，目睭嘛是目睭，鬼嘅目睭甲禽兽目睭嘛是目睭，无像。人嘅目睭，逐个看到，有当时看到好，有当时看到无好。禽兽嘅目睭是看到，唔知是好甲无好。你是看到西本咯，哇好了，伊是无知无明白。地基嘅目睭是啥物？所看到是看物件，人伫拄，人伫潜，人摇倒伫边，人摇倒伫叫伊来，伫拖伊来，看到伊行。所以你看人要断开嘅尖声，看到即个物件，好目睭大大蕊，痒大大声，一直行。所以即个目睭是安尼。你看来出世做人，有当时看到阿女，看到我的查某，看到我的某，看到我的朋友，still过笑过欢喜。地基你无通看到某，无看到囝，无看到好朋友，无拢总是你唔通当着我，你当着我一下诶，你咬我一下，我咬你三下，我无互你骗诶。地基嘅人是无互人骗诶。到你咬我三下，我多点点啊，我要咬你9下。到你趁9下咩啊？做人家己伫拍家己，即个就是像咁嘅假啊！挖到咧所在啊，佢哋人啲压一个刀，了咧鬼人咧家啲内面嗰啲小拍，万一嗰啲咩人咧古啊，冇讲嗰啲小拍，即就是讲啊，人无明白，所以你看因果压迫咱，目睭就要看好好嘅物件，好好嘅物件咩啊？想看到人哋做好会欢喜，耳仔要听好好嘅物件，就咧听咩啊？人讲嘅话甜嘅话无伤着人嘅话。and then 如本有当时爱出的话爱听的话，互人听着了，人听了人的目睭，人的心真爽啊！啊，甲人讲话阿伯，安弟你去倒落，安弟来我甲你斗牙，所以这个话听着了人的mind是真正哇！这个小人家哇着安弟等个安弟对了，佮来我甲你斗牙，听着咧查某真正欢喜。and 这个因果拍到对来，你要叹喜爱的声，拢总是伫甲你讲，my dear， 这个好嘞，这个好嘞。所以你看，咱们有一条嘅故事，弟弟我讲人听，不得加沙巴嘅尖声。你看有当时人做恶，特别伊搞做，伊会做好不呢？不得加沙巴嘅尖声，有一个人拍啦，大家日去拍一拍，再禽兽，拍了，他也罢。要去搏干杯，我自己一大啲巴嘅点声，一看到一个非常大啲一个山坑啲界线，and then 看到哎呀，你看一个山坑，安尼一个人来大来困来界线，and then 感动这个心。好多伊做恶嘅人啊，伊对去啊，伊会出白呢济，and then 伊是喊得来，伊切白伊煮，一目镜伊煮这白，一目镜伊煮饭。and then 伊啲做嘅是老热，做大大目镜， because 伊无买呢，伊是家己睇嘅做，拢总伊经好好嘅，煮了大大目镜，大大目镜，意思是要养好你回想食，特别伊佛教嘅是，不得加沙巴嘅点声，伊安怎样？伊这个回想是真正济，所以煮较大目镜，做回想啲过，伊叫来食，所以
欢喜要互人食。And then after 这样回想，伊布施了，伊举伊木镜，甲伊即个杯，伊举去咧山坑诶回想。And 伊要行去诶时，看到咧大只把诶只长花，伊挽即个花，伊挽着5项诶花。And then 伊下咧花伫咧拿诶边啊，他等伊举去诶时，你看，虾米mind拍到底影想象呢？所以举去诶时，伊好咧回想。万地，我看到你伫边咧坐啥咯，我真正欢喜。今日呢，我煮一个啥 special 的物件，我要互你食好好。maybe 要你睇嗰啲物件，伊是做特别做 special 啦 ，maybe 有鸡啦，有肝啦，有虾米，伊煮特别，特别我煮 special 互你。then 掺一个花一份好。这边人啊，波斯，伊人是波斯，你看，因台湾我有时到这边国，我无去大陆有时，早起我就去讨食。这边无人做，遐边若是你去波斯啊，有个人伊波斯互你饭3倍，伊佫互你1杯花。这边若是互咱人看了来咯，那回想嗰啲野花啲嘅咯，无。咱边台湾伊人吼，就是安尼款嚟经人看，所以这波斯嘅时，你看伊掺花吼。安尼你看，伊是人虾米啊？伊是汉得来，伊是毋是讲有请经嘅人？特别伊安怎讲咧？万地，今日我真正欢喜煮这个物件互你食。我再讲啊，这个是正学，把日人互我物件学个袂了。所以希望后过我若是去出事啊，人互我物件个袂了。And then 我今日互你花，把日我啲人啲互我物件诶时啊，花分一大吨来。And then 即过咱诶布达诶占声，伊来出世好野人，伊个咧超人哥也袂识，伊出世做好野人，millionaire来。And 伊只虾米啊，看着回想安尼济，伊要布施，特别伊大诶所在，离福大诶所在，200一支抽，伊叫讲30里，一个里7支抽，210 miles。咱伊个好嘢，伊500吨嘅牛车，伊摕物件个了，伊要去沙瓦底，福大诶暗遐边有500-600个会场，伊要去大波市啲遐边500吨嘅牛车，啊，咱伊个叫会场，你人要对来，我诶牛车互载你人去，回想甲出家甲在家人本对伊去，差不多成千个对伊去，就去了啊！一日一行一里，行到30日。特别迄一日要到诶时，就无掂武达讲，未到诶时，武达讲阿难达，今日一个人名做吉达，伊要来见面我，要来做大布施。咱武达，阿难达就想，逐个人来武达毋捌讲，安怎就无掂一个人要来武达讲，所以阿难达就问，佛世尊这个人来布施诶时，有虾米果样出现无？阿难达有虾米物件佛世尊？这个人一来诶时，礼貌甲我诶时，伫布施诶时，天顶诶花直接加流落来，我讲伊插送咧花呢。加楼甲就借讲，佢呢啊，上摆卡头有咧花，天顶直接压花啦。所以你看伊一个月一直行诶时啊，伊500吨嘅牛车摕来用，特别用人一路来直接送伊 ，because 伊个工地是讲呢，互人送我直接送伊，3摆红光们送伊，红光出现做人一吨嘅物件，接收我嘅物件，所以啊。到甲小微国一个月了，伊个牛车物件无用着，甲他用人互伊个物件用袂了。咱只起高呢，伊看着佛呢，伊跪落去，揽紧佛个骹，就揽紧佛个骹呢，天顶花卡了。啊，你这时阿未这不达讲阿难达听，人就济来听着讲不达讲安尼后，大人要来看，安尼来路面天顶个卡老花，水情人伫天台一来。人家大人来啊，要送物件，所以看伊物件卖了用袂了，再跪落揽佛个不达咯，天顶直直加楼，3摆个铃啊，到脚头有个花，直直挺无下，
then after that 了，大啲咧暗一月日，个无趁用着物件，安尼虾米事啊？人直直可以，逐人看，唔捌看，逐个人来拜佛了，花直直家楼，直直家楼，天顶直直野花去，所以逐人来，要可以物件，可以物件。上摆5月日了，伊行的是1月日。了大啲暗一月日，still 个无用这个物件，买来用。伊讲我佛世尊，我来这边要来做大布施。特别你看我500吨的牛车的物件无用着，到底安怎做啊？我袂使野队，了佛教马路条头一句，这条经是大我人这非常的纪律经有伫。下面不大家讲，会使做一个 storeroom 收这物件。所以隆重500吨物件，伊落伫迄个藏经，互回向的，所以看啊，这回向会使收物件，无这里故事袂使。所以要对到的时安怎做啊？500吨的牛车空壳，去路来人直直好，伊交到险顶，原在的500吨的牛车，扎，上摆无一位通咧。所以这边去看，安尼伊保持的咋？对伫倒落，安尼伊保持伊欢喜的保持。and then 伊的土是安尼，互我才特别安尼啊，所以这个甲了是对歹，了有的人伊是讲保持的时，伊爱生地，伊爱出事无水，了伊若是较消费，伊有钱，特别伊欠些。了有的人伊保持的时，伊买人公司讲，有今日是我咱那路人免参嘅，伊爱出事好嘅，特别可骨。所以到这边为止，真正无了。伊做会销，会使讲成家做30几年了。伊是住伫缅甸来，缅甸是无么，了伊来去这边就是讲，渐来斗卡手教咱叫做谢贤，全个世界看啊，安尼谢贤的是，大家对伊名是红，就是讲住伫缅甸的人。咱若是讲要请这真经是单家是斯里兰卡的较出名，咱若是讲要讲读这纪律非常纪律，就是禅的非常较出名。所以今日讲了就是安尼，今日就是讲我人请开始趁请着这在个阿个达嘛来大伫这边3月日来收这高沙，而且咱人3月日慢伊要加谢钱，所有人也是有机会会使来。来学谢贤去这边所以今日是讲这个人才是咱我就讲淡薄，就是叫做保持是正确，安尼佛看到人是咧最重，今日咱来出世做人，咱希望讲后过我死啊，我爱加减做人，那是。好较好，互我唔爱来做人，我来去出世天顶。特别要出世做人，还是出世去天顶？佛讲啊，你若是无功德，你袂通去出世做人，还是出世去天顶？有的人是爱讲这句话，免去老人，免去拍枪，免去偷窃，免去害人，搞起来了。这个佛也是那边啊，伊讲。若是这个人，若是禁恶的尔，像当我讲无偷窃、无拍枪、无害人，这个是禁恶。一个人伊若是无做这恶，特别伊恶伊无做，伊要来出，伊了搁要来出世做人，袂通做人。安尼虾米事啊？佛本身讲的话，来出世做人，就是讲伊前遐久有做好，嘛你才通做人。安尼这做人的做人的地位啊，伊有了功德，嘛你才通做人。所以我看我讲一条简单故事，真正幸福的讲声。这个人是真正好嘅，伊安怎讲又无惊伊讲啊，咱唔通拍抢人，唔通偷窃，唔通捞人，唔通去看看的路，特别咱的厝内啊，水会使入。会使出，你人若是要出这个牛啊，所以真正讲啊，这个人是真正保人类，伊真正执着，一点好伊无做，这个去食啊伊无好，你看伊安怎做，逐礼拜伊叫伊某囝来开会，到底在开会点声，伊家伊某囝，
但是规礼拜你开虾米类，伊问个囝，你开虾米类？问个某，你开虾米类？啊，咱就要报告互伊知。以前迄个奶来是大富翁，但你去看伊死了，伊无趁，伊无做着一点好。伊去出事，伊投胎，搁趁做人，但伊出事的人啊，叫做国鸟的囝，无话叫monster的囝，无十分完全。伊虾米就伊无功德，但你讲人无功德，安怎趁出事做人？福建的仔来讲，你一点的功德无，伊有半点的功德，安怎样叫做半点？你逐个礼拜叫伊某囝来开会。叫迄个某囝来开，咱就教伊某囝毋通四山开，所以教伊某囝出经这个吉祥经啊，芒格拉斯塔布道讲，马德比杜巴达朗布塔达拉萨桑高，老教师就是说，老教老夫话夫就是讲啊，一句若是说你这个世间伊毋使来暗，但你成后代母，这个人把你有功德的人。伊若是讲成后生啊好，伊出事做关键的人，伊靠较生啊老苦，伊无大某甲无囝，伊是出事关键。咱要看这个人啊，伊生啊高，伊无囝，但是咱来想看，伊有影高无？伊毋是正式高，伊无囝，伊是正式高，伊累，伊正伊无囝开伊年上济。所以逐礼拜问讲，你开咩累？你开咩累？你开虾米累？所以这个是足听你的事。所以来出事虾米啊？伊个投胎啊，一个讨海的人的家庭，这讨海都是啊，有啲新闻报道呢呀，规个家庭讨无食，去讨海逐个铜钱过来，那逐人的钱扶持啊，做几个铜，要买来就去找这抢人就来讲啊，你查甫人有身份无？有，嘛你才有身份。哎呀，是这样。你查甫人的囝大去报道是真正无才智的人啊！了，他那你若是大伫这边啊，你的这个朋友拢总会讨无食，讨海讨无富，所以你看伊人是学习者，伊去参加这个学习者，规顿在了讨无无福通食，别个为个食叫真正多。买来这学习者人就讲啊嫂啊。你唔通大这个国干，你去大白鱼头前，睇睇你叫生对了才来去，才来。你看，大这报道呢，人赶出了，这查某就去隔壁干饭，隔壁干饭就去讨食，来讨食了的时啊，无啊，伊这查某去讨食了9月是生，第5卡是生了的时啊，目睭关架。一口汤活来活一边喺度活，一叫做 monster 嘅啦，冇像个人嘅，花人花钱少咧。你看阿妈去做去食，带去讨无，回来就放下，惊去5卡时了再去讨食。安尼本自己讨，讨到尾来，伊这个囝5岁了，伊嘛讲，囝为啥？阿妈会考虑到个这个看站，看到我逐日有带你去安怎去讨食。你家是讨食，你这查某人放下个囝5岁囝呢，放下伊向边干饭，走去这只干饭，这查甫人伊别个囝伊做转去。这个囡仔你知无？伊故事是好野人，所以大表咧干饭，行去讨食去看到伊故事的厝。但是故事伊是人，这伊是人，伊看到咧厝咧，伊会故事咧厝，伊行去去了去困去地后。你其他人嘅阿毛佬，你困啲半天后，故事嘅囝，他做头家了，就出来了，看到，哎呀，这个七只囝来困住我，没停，哇！古里老豆就给他爬来爬，赶走买走，一直就爬了出去，爬个头壳流去，特别暗爬这个囡仔来时，这个囡仔就出去时啊，拄好早去喝夜晚去讨食。忽看到，哎呀，这人就拍这囡仔拍个流去，都忽叫这人叫咧头家出来，所以头家就出来时，忽讲互伊头家听，到底啊，你拍出去你知无？讲忽家囡仔
抽筋啊，刚刚就我这煎熬，来困的我困的所在，做的啊，就是抽筋啊，这个城市这个阿爸，哎呀，忽然我爸无做这啊，马来就是安尼来咯，你看我做去食我爸是那好的人，来听我忽安尼讲，做的啊，你阿爸有影无做这啊。但是伊无做好，伊无稳，伊无能力通来做人。安尼伊无相信了安怎做？我讲好你无相信，我才甲你讲。做佛光甲这个囡仔讲话，难的。古时你去做好食人的时，你带落精准去带落去，几耐所在一件笑笑了。特别有几耐找无着，安尼一见拿一点，一正一厝一空地拿一点，所以人学起来有影有啥物件出来，所以爱买相信问题了，一见一打，把它救掉。所以这点啊，我条句讲是在这高头人爱认识，农庄人家就来出事，对一项呀，先是有保险，就是爱出事有类人，先是无保险。真是无保险，我爱偷窃，我贪心地，我爱拍票人，我上纲，我乱做，伊爱落地的。所以这个今日我讲淡薄，就是今日就是讲咱一些人才，就是要看钱，伊阿妈伊来看安怎样，或者讲啥，日就是安尼，或有时去讨食，有时若是无讨食，人上当啊，人食来就是暗，即台湾啊暗，应该。人较贵吼，要常常安尼做，你看确定安怎样？再多做了安再看啊！我话讲淡薄，11点过点声我人袂使食，不淡薄。咱上次淡仔一个做一个对面啊，这个啊淡仔我讲了啊，不是这再多有，还是咪淡仔讲啊？你看下眼睛下面就再多，我家里下。而家咧得學使到會好嘅。โอกาสะกายการวจีการมโนการดิหุโตอภิคาเตพระเจ้านี้อเดสิสวาอนาเมนียามิกิเจ้าကောင်းမှုမင်္ဂလာဖြစ်ပါစေခြင်းအကျိုးမှာဘုရားယရနာသံဃာယရနာဒီဟုသောအภิက္ခသိသာပြောင်းရည်၍ဒီဟုသောယရနာမြတ်သုံးပါးဆရာသမားတို့ကိုအယုအတိလေအုပ်မူ၍ဒီကိုပူဇော်ဘုန်းတော်မှန်လျော့ကရောပါ၏အရှင်ဘုရားဒီတို့ဘုရားသံဃာရဲ့နာမည်သုံးပါးနဲ့ကြွားဆရာသမားတို့ဟာလူတွေဉာဏ်တို့ကို